为着推动大台南的文化发展，台南市文化局甲国立台湾文化馆将展开3档的合作，为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深化研究典藏典史、促进城市文化参与、建立在地文化社群机制以及其他文化相关等高大面向。我们对于整个台湾文学乃至于台南文学的深化这个其实我想台湾文学馆有很丰富的经验所以怎么样彼此交流是有帮助的。对于注释作家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场域，那文学馆有很好的国际网络那我们怎么一起加总起来那有更多的文学的心血或大师们能够常驻台南。台湾馆最近近年就是在比较是致力于推广这个国际就把这个台湾文学还有台湾的文化推广到国际。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文化局台南的这个在地的支持，那我想可以更有这个丰厚更有厚度的把这个台湾持续的推向国外。文化局表示，迎接台南400，今年底将出版台南文学史。文化局含台文馆后半年也将启动文化空间美学，运用兰陵文学家、台湾文学基地等，强化台南在地文学力量。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